因为阮爸母时间的过身，我无法度通接受这个事实，所以，我逐工啉烧酒来麻痹我家己。在酒廊的时阵，熟悉着拄则这位秋萍小姐，伊咧鼓励我，叫我来振作起来，要我经营房地产的事业。原来安尼，这个小姐对你就真好咧吼。是，在阮爸母还未过身之前，因将房地产的事业做了拢真好。我就毋捌插着做生意的代志，是伊甲我斗相共，处理房地产，经营出租，我就是靠这个生活。想想咧，这世人除了阮爸母以外，都是秋萍上关心我，所以我毋知会向伊求婚。上次来讲，在订婚迄暗。发生车祸的代志哎，那会遮拄好啦！既然安尼吼，这个秋萍小姐，伊是一个真明理的查某囡仔哦，你应该吼将这个代志好好去甲伊解说一下。是啦，阮吼大金婆你讲足有道理的，我陪你做阵啦，行啊，紧啊！安尼，袂用的啦，你的骹就还袂复原，咱哪能甲斗阵去？无要紧啊。好，也是好好静养，各项代志你若拢莫烦恼，好。对啦，阿丽啊，咱你就听文良的嘴啦，文良啊，这件代志吼，安尼算做拢解决好势啊啦。阮有哪应该好来转啊？戴套档啊，来，咱转来去。大金伯，你唔来倒来吃？袂用的啦，你哪会用个定倒来吃？我有答应阿呆讲要甲伊斗顾厝咧，等代志都解决好势啊，阮嘛应该爱来转。是讲吼，你答应我的代志唔通袂记的呢？我一定去自首。好咧，无阮来转，行，来去，行。有人较济来。会啦。再见啦，再见。我扶你入来房间休困。你先倒来休困一下，啊。你的骹即摆会阁疼？小可，我请医生来来听啦。免啦，你先莫烦恼我的代志，你应该紧去找你的未婚妻，向伊解释一下啊。三，你确实厉害呢！恁哪知阿丽阿搁伫咧古厝内底？哼，好佳哉，听你的话，咱搁住一暗，无这件代志哦，无遐尼简单就调查清楚。你无听人伫咧讲，若要人不知啊，知非己莫为。真简单嘛，咱明明有看到阿丽倒伫咧房间的啊，无着伫扑一个，撞无去。你用头壳去甲伊想，这内中一定有问题嘛，煞唔知。大金伯，这个文良嘛真害呢。上起头哦，我是对文良真信任哦，想袂到讲伊代志母干呢，害我哦，那险啊，互恁去大家哦，甲嫌疑惨落哦。阿呆，大家拢知影你已经解决自身啊，哪会可能搁会嫌伊你咧？你就莫搁想遐济啊啦。哪会无？妥当的啊。你安怎？袂输规世人捌一路好车嘛免安尼，一个甲你载着尔，安尼讲，后摆啊，别搁甲你载啊。哎，安尼啦，我特动，当时嘛无特动时阵啊，就算讲我你下失礼啊，后摆做找机会，我搁互你载，我袂晕车，我唔敢啦。哎呦，好啊啦，恁两个吼，着搁住遐伫咧斗水果安尼要创啥？妥当啊，较好啊，物件去款款的，咱通好准备花衫。大金伯啊，你要转去山顶修炼啊吼？
大进步啊，哪会遐尼赶紧啦？啥物咧赶紧？我已经下山来真久啊呢，即嘛无紧转去袂用的啊啦。点点，我想你这段时间的照顾，实在真唔敢离开你的。是啦，大进步啊，我嘛同款呢。哎呦，啊，毋是讲离开就无爱见面啊，啊，等你咱咧重声。你意思是讲，你会过来看阮就对啦。大爷啊，阮嫂的个性我上了解啊，伊毋是这个意思。我是啥物意思？阮嫂的意思是讲，伊即马登记要搁下山无遐尼简单啦。你要看的，你家己去山顶，安尼较妥当。大进步啊，我吼会找时间落去山顶，甲你探班。哦，探班哦。我嘛一定会去看你的。迄嘛安尼就真好啊嘛，哈哈。哦，时间无早，用早来去休困。我明仔载吼，就搁去警察局咧呢。哈？大主播啊，你明仔载哪会要去警察局咧？啊，搁要去甲文良啊消案你咧。啊文良伊毋是讲伊家己要去？无啦，当人文良啊吼，已经甲阿丽啊私下和解啊。啊，报案的时阵是咱去甲伊报的啊，所以我即马就爱替文良啊去甲伊消案，安尼我毋才会当安心回山。大进步啊！你是讲隔壁庄个大进步啊？除了伊啊，还阁有啥人叫大进步？安尼有较歹。这个代志若是叫大进步啊插咧到底，一定害了了。伊讲遐遮厉害，哼哼，听人咧讲是偌厉害了哦。那你是变怎呢？哼，当嘛是会拼，拼咧到底才知影什么人是较厉害。那有要阁照计划来进行无？哼哼，先乖，当然嘛是照咱的计划进行。什么人？是我啦。你搁来咧创啥物？你莫生气，听我开嘴好不？我袂听，我袂听啦！你走，你走！主任，你较冷静，代志吼，毋是亲像你所想的安尼啦。我并无甲迄个小姐结婚，我犹原是爱你的，秋萍，秋萍。我袂听啦！你走，你走啦！秋萍，你门拍开，咱再搁讲好不？你走，你走！秋萍，秋萍。阿丽，文雄，真多谢你遐尼关心要照顾我。虽然是你开车来弄着我，啊，毋过我一点仔都无怨恨你。若毋是安尼，咱两个人袂熟悉。可能是天公伯啊，故意要安排互咱的缘分。啊，毋过因为我的出现，互你甲秋萍小姐的感情会起变化。为着恁两个人的感情，我只有渐渐离开。希望你也好好疼惜秋萍小姐，尤其是伊遐尼关心你，佮专心要替你处理房地产的代志。你一定要好好甲伊结合，祝福你，阿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
进步。啊是当时发生的代志啦。早起我捧早顿互伊食的时阵，伊就无伫咧房间，干那留这张批互我。啊，让我看卖。大金伯啊，迄内底是写啥？哎，啊，这个阿丽啊吼，就是因为讲惊秋萍误会讲伊同文良啊有无正当的关系啦，所以为着要成全伊，毋才会偷偷离开。怪，早伊一直劝我去向秋萍解释，伊就是利用我去找秋萍的时阵，才会来离开的。这拢怪秋萍，伊唔肯好好听我解释，我来找伊。文良啊，哎哟，当即嘛毋是咧赌气的时阵啦，你若去找秋萍吼，安尼是颠倒冤家，颠倒拍歹感情的啊！啊，无彩阿丽啊吼，为着要成全，互恁两个感情，安尼煞颠倒枉费伊一片的苦心啊！大金宝，嗯，安尼即摆我是要安怎？我若是找无阿丽，一世人我良心都不安。对啦，你讲安尼嘛是有影，也毋过吼，三啊，阿丽也无亲无情，还要为着找去。都对咯，大进步啊！啊，要找一个人哦，敢若亲像海底的梦尖呢。啊，咱嘛唔知走去倒位，啊是要去倒位找？啊，咱顶下伫找人遐哦，迄是千面计去夺无米的呢。我看这回哦，敢无遐顺哦。阿呆，只要咱有信心，我相信真肯就找会着啦。对啦，秀玉啊讲安尼就无毋对啊。甲咱即马大家吼，拢总分路来找。阿呆，你甲套档啊吼，恁两个一路，恁去饭店啦，甲细间旅社啦，去甲伊找较清楚。哦。啊，文良啊，你吼，这附近你都拢较熟，你才小注意一下。好。啊，我甲秀玉啊吼，这另外一条路来找。阿豆，哎，无人影奇怪，啊，伊明明叫咱来遮来收钱呢，哪有可能我无理？弄到大声的。阿豆，阿豆，你有闹跑呀？老跑，伊敢嘛是有一个道头叫做秀萍，不知有谁啊？秋萍，啊，听讲伫咱迄大地主文良因厝，常常咧出入的啊。文良的厝，安尼哦，来找，唔惊讲一条小收无，呀。错啦，不用开的。出去啊？你知影去倒无？你是讲昨迄个小姐？是安怎嘞？伊走啊？你哪会安尼嘞？这个查某囡仔，佫真知影轻重啊，家己走。你敢毋是阿发啦？有啥物代志是？我是专工要来找阿中。阿中根本就无待在遮，你紧走啦，莫踮咧遮啦。伊明明是咧闪避阮啦，啊，伊唔敢见阮啦。哎，阿邦啊，找人啊。小等咧。红衫滚头马伫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哎，阿邦啊，找人啊。小等咧，你袂用安尼入去，这是别人的厝啦，你凭啥物？凭啥物？凭这张啦，凭这张照料啦，你看较详细。30万的照料。我老实讲，
阿强拍麻将输阮30万，我明知讲伊会走来这所在，所以。好啊，你要讲。安怎？我钱互你，不过你来随我走。我有钱好讲话。哦。啊，30万，稍等，少点。哦，少点啊，应该来。我甲你警告，阿爸，你不准再来家了。你较尊重啦你。阿中，你即摆走，实在是幸福。你才随我走，走。我会走，安邦，钱摕着行。走。找到安尼啊，也拢找无呢。大金哥，咱即摆是要安怎啦？要安怎？是讲唔知走去隔壁庄去卖呢？那安尼，咱去来隔壁庄找看卖啊！啊，你隔壁庄找哦？哎呦啊，你敢有法度？哇，我袂要紧啦，找人较要紧。你真是袂忝哦。我袂要紧啦。啊，你真好真好，你若袂忝吼，咱继续过再来去找啊。来行对这边来去，行。哎，安尼哦，安尼。看啦，安尼有倒转啊。去年赔钱可以。我知影。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？姑娘，姑娘，你在爱啊？你唔出忝的哈？来，先坐一个啦，小休困一下哈。我听看啦，甲我讲，下晡有2个新婚人来这找你，是毋是？啊，是安尼啦，因是来找我吼，要甲你买土地啦。甲我买土地，敢有需要你提钱互人？迄落是吼，定金的钱啊，人看的吼，讲啥物无介意啦，嫌伤贵啦。啊，我即个人吼，佫无爱共趁即种违约金嘛，所以吼，我就规气吼将钱害伊啊。我捌甲你讲过偌济摆，你处理啥物代志，在外口处理唔好。我无欢迎新婚人在厝内出入入。我知影啦，母娘，母娘，当你是咧安怎啦？我听可啦，讲啥物？你去找张迄个小姐，还是找有啊无？找无，安尼你有欢喜？母娘，你讲这是啥物话啦？啥物话？昨昏你一个听到讲我要甲伊结婚，你就无欢喜，头挖来就走，连一点仔互我解释的机会都无。即马好，
人伊家己已经走。你讲啥我听无啦？既然是伊家己走，迄跟我有啥物关系？迄是我。迄是你安怎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大金宝送大奖，将在10月14日下午2点，伫咧南投县草屯镇相当花园，由大金宝全体演员为你抽出幸运的观众朋友，奖品丰富，有机车、彩色的电视机、冰箱等等大奖，欢迎观众朋友小招小带来现场参加阮的活动。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来收看大金宝串江湖。我请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真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，伊是风是城是爱。